超 Club 年度推介 Mirror 齊人林作年度組合金獎啊！姜濤第一次攞年度男歌手金獎，陳卓賢就攞咗唱作歌手銀獎，Anson Lo 大贏家，連奪年度歌曲、年度歌手、年度男歌手銀獎，恭喜晒 Mirror！恭喜晒姜濤。首先嚟講下姜濤先啦，姜濤上台嘅時候呢，有少少緊張吓。同埋唔小心呢講錯咗，除咗多謝金生之後呢，就錯口將金生講成老生。不過冇所謂啦，大家都會好戥佢高興嘅。呢啲口誤嘅嘢，大家唔使咁介意嘅。姜濤前幾日啱啱慶祝完27歲嘅生日，佢覺得舊年26歲呢係好難捱啊。咁好彩過咗去啦，經歷咗好多。佢話喺個心入邊呢，好想多謝一個人，佢教識咗我乜嘢叫做真正嘅愛，點樣可以將自己變成一個更加好嘅人。我相信啊，27歲嘅自己啊，嚟緊一定會好過以前。好，大家都係咁話吓，一年好過一年，關關難過關關過。不過佢呢，就冇公開嗰個係邊個噃。而由現場觀眾投選大獎，人人樂壇年度歌手大獎由 Anson Lo 順利攞咗，並以你都有今日再度贏得人人樂壇年度歌曲大獎。喂，呢首歌好 hit 啊吓！去商場做 show 嘅話都唱唔少。阿 Lo 喺台上寄望之後可以對得住歌手嘅名銜，唔係淨係偶像吓，佢都好想做實力派嘅。無論唱歌、跳舞各方面，佢覺得自己都仲有進步嘅空間，唔錯哈呢個後生仔。無論快歌慢歌、唱跳歌，都希望可以堅持到自己中意嘅嘢，希望可以令大家記得我係一個好中意唱跳嘅香港歌手。係啦，因為而家咧真係唱廣東歌嘅歌手咧買少見少啊，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支持下本土歌手，唔好成日掛住追韓星啦。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好優秀嘅藝員啊，好優秀嘅歌手嘅，希望大家多啲關注佢哋吓。之後佢仲話要多謝神徒，多謝我嘅 fans，你哋真係好勁，好可愛啊！多謝你同我哋一齊嚴以律己啊！呢首歌係想寄望大家每一日都要珍惜都可以有呢一日去做更加好嘅人，珍惜每一日，同埋咧珍惜同你愛嘅人同愛你嘅人一齊相處嘅時間。大家好，我係 Sadona，歡迎翻嚟我嘅廣播，中意嘅朋友麻煩俾個 like，免費訂閱。琴晚頒獎典禮過後咧，Mirror 全員現身接受採訪下，問起姜濤佢會唔會請班手足兄弟食飯？咁佢未答之前咧，AK 就好客氣咁講話：哎呀，咁多年兄弟唔使啦，唔使客氣噶。而家 Eden 呂爵安就話：哎呀，唔使食飯啦，直接過數最實際喎。而家姜濤就話：其實大家感情唔係好好嘅咋，唔請。講完之後佢話講笑嘅啫，跟住哈哈哈哈咁一笑咗出嚟。另外姜濤啊都被問及今年暫停出歌嘅事，佢解釋話只不過係暫時唔出住 solo 啫，但係我可以同其他人合唱噶嘛，或者我可以用筆名去演繹更加多唔同嘅作品嘅啫。佢重申啊，佢唔係放假噶，佢一樣不停咁接緊 job 噶，商場 show 啊、代言啊，所有嘢都好忙噶。佢而家只不過係呢一年沉澱落嚟，想製作一隻更加好嘅碟送俾大家。佢係 work from home。此外啊，記者亦都問到姜濤日前喺生日會上面分享4件令自己好崩潰嘅事啊，特別係26歲舊年。佢覺得好唔好啦？咁佢話咧，佢講嘅嘢咧，其實事前係冇同公司夾過嘅，而公司咧亦都俾我好大嘅自由度，佢好少會理我喺台上講啲乜嘢。之後咧，其他成員就笑笑口、靜靜雞咁話：哎呀，公司想理都理唔到啦。至於講起新歌《Attention》啊，咁可以睇到咧，最近佢哋就同商台破冰喎，重新去返商台。
宣傳自己嘅新歌，所以話咧呢個世界係冇永遠嘅敵人，冇永遠嘅朋友，只有永遠嘅利益嘅啫。咁講起呢首歌嘅 MV 咧，佢哋就話大量採用 CGI 製作㗎噃，入邊咧有好多動物㗎，有老虎，有豹，希望唔係龍虎豹嚇。拍攝嘅時候咧都好得意㗎噃。佢話大家睇到嘅動物咧，其實係 AI 嘅，我哋係憑空想像出嚟嘅。但係啲動物嘅企位咧，就係啲工作人員喺度扮嘅。咁只要確定好個企位啊、視線咧，最後後期製作咧，就可以將個人變成個動物噶啦。女爵安、Ivy Zo 等等。最近出嚟為下個月舉行嘅世界盃造勢噃。Eden 佢自己話本身就冇點睇波嘅，但係仍然記得上屆有睇阿根廷同法國嘅決賽，今年繼續選擇支持美斯。佢話就係因為我大學打機嘅時候，成日用佢個 team，有自嘲啊，自己咧成日俾人話同明星撞樣嘅。但係佢話我希望如果人哋講話我同邊個撞樣，我希望嗰個係碧咸咯，因為佢係我嘅偶像啊。而 Ivy 咧，佢就話自己對足球亦都有認識嘅，佢知道咩叫越位。反而 Eden 就喺隔離整個爛 gag 出嚟，佢話點越個越位啊，點佢個笑語，哈哈哈哈，係有啲凍嘅呢個 gag，不過好彩大家都冇露鑑。咁講 Mira 咧，好快就要出 trip 拍團綜咯噃，佢哋大概會去邊度啊？巴厘島、馬爾代夫，但係 Eden 就話自己拒絕啊，着三點式三角泳褲出鏡嘅。佢話曾經啊，俾人呃過去烏溪沙，有呢個悲慘嘅遭遇啊。咁我哋都好期待佢出 trip 拍團綜，會唔會亦都有呢啲搞笑嘅悲慘遭遇嚇？咁 Eden 自己就戴晒頭盔啦。佢話其實而家咧節目組實際去邊度咧都未敲定嘅，有可能會出國啦。如果真係可以揀，佢話希望可以揀放一個悠長假期啊。佢亦都話其實都好想 Mirror 一班大家出嚟啊，挑戰韓式訓練，真係未試過一班人咁樣去接受地獄式訓練，但係亦都好似冇咩機會，因為依家年紀大咗，大家都會話唞下啦，唔好咁辛苦啦。佢又話而家咧對比起幾年之前咧，容易肥咗，要更加落力咁保養。早前李佳芯阿 Lee 喺訪問嗰陣時話，自己其實仍未落實拍攝 ViuTV 嘅悠長假期㗎，但係 Eden 就指初步確實劇本細節暫時都未出，要慢慢度。預計肯定會改編啦，同埋有返香港自己本身嘅故事。有傳 Ivy 會飾演松隆子嘅角色，咁佢就自己澄清話：佢話我暫時未收到通知啊，我都好期待邊個會出演呢一個角色啊。咁講完 Mirror 呢幾個叻仔之後，希望我哋可以繼續支持佢哋啦。咁我亦都想講下最近啊，有關阿毛喺演唱會嚴重受傷嘅嗰個索償案件。案件咧今日開庭處理咗賠償嘅金額。由於喺事故中癱瘓，仍接受治療嘅阿毛，今日就喺佢媽咪嘅協助下，以視像嘅形式作供。原定出庭嘅爸爸李盛林牧師好不幸啦，喺上個月不幸病逝，冇辦法為自己個仔作證。法官羅麗萍關注李啟賢申報嘅收入有冇其他現金收入，阿毛就話有，並會存入銀行，但係唔記得當中使咗幾多。而法官亦都同阿毛討論工作日數及其收入嘅計算方法等等。詳情咧，希望大家可以上網睇到更加多嘅資料，我喺度咧就唔贅述啦。你爸爸過咗身之後咧，屋企人繼續發出呢個代禱信啊。大仔透露，對唔住，我係一個唔係好識得表達自己情緒嘅人，每次見到佢花咗好多心思俾我哋，喺我哋面前從來都唔覺得佢有好多嘢要做，到佢走咗，到爸爸走咗，先知道原來佢呢個血肉之軀所建成嘅堤壩係幫我哋擋咗幾多嘅洪水，好掛住爸爸。
爸爸離世嘅傷痛，同時又要接手照顧病患中嘅弟弟阿毛啊，咁呢個重擔咧係好長期噶，真係我哋係冇辦法可以理解到佢當中承受咗幾多嘅壓力同埋幾多嘅艱辛嚇。呢個唔單止係體力嘅消耗啊，亦都係心靈同信仰嘅磨練。所以 Mo Family 希望你哋嘅祈禱支持，成為我哋嘅動力，繼續堅持落去。佢哋發出代禱事項，繼續紀念阿 Mo 嘅康復進展，希望阿 Mo 嘅心情可以得以平復。除咗右手熟練操控輪椅進退自如之外，更期待進一步嘅突破。並特別紀念李師母嘅身體，求主的安慰臨在，亦保守保護陪伴家人嘅身體健康，每天生活有力。咁我哋一齊為阿毛祈禱，希望佢一日好過一日，早日康復，亦都希望佢嘅屋企人身體健康。